这个的确挺难的，可能是因为我的悟性比较高，只花了很短的时间，就参透了人间情爱这个东西。怎么，想学我可以教你？怎么是你啊？你为何出现在此？你是知道阿鱼在这儿，特意找来的吗？我来找我逃亡的贴身婢女。他是来抢阿鱼元神的。我的贴身婢女跟龙王之间什么时候连结了妖界的三幻咒了？一叫就来。你给我过来！龙王，他一定是来抢阿鱼元神的。我数到3，你不过来，我先抢你元神。1、2、3，你，青青，啊，你就先过去吧。啊，我这可是有我在呢，阿鱼没事。他叫你过来你就过来，我现在不要你过来了。去帮我泡杯君山银针，不许乱加料。你这分明在耍我。去就去。你我一同用灵力修补天王，应可当100年。你为什么不直接告诉青青，你现下并不需要夺阿鱼的元神100年转眼即过，世事难料。我又没同意永不夺你心上人元神，而且本座行事，要告诉婢女吗？哦，看来你今天是特意为青青来的。近日天将全力出动抓捕天血魔，我路过此处，想到有个婢女在此，便来提醒一下她这个不会法术的鸟妖，最近别太招摇。就这点小事儿，也值得你跑一趟？你该不会是喜欢青青吧？怎么可能？我觉得你一定是吃醋了。你肯定喜欢青青。我从来都不知道喜欢是什么感觉。这个的确挺难的，可能是因为我的悟性比较高，只花了很短的时间，就参透了人间情爱这个东西。怎么，想学我可以教你？本座不需要一条受伤的龙来教我。我的伤就快好了。行，你厉害，那你就继续在这儿等你的青青吧，我就不打扰你们了。